主后2023年6月初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患难中的倚靠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第9篇。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感谢你，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我要因为你欢喜快乐，至高的上帝啊，我要称赞你的名。我的对立活转身，彻底跋倒，拢伫你的面前灭亡。你有替我伸冤，替我辩护，你坐伫宝座，照公义审判。你责备列邦，互歹人灭亡。你有永远撤销因的名，对敌受毁灭，永远荒废。你毁坏因的城，无人搁记得因。毋过，上主坐位，做王到永远。伊已经安置伊的宝座，要审判。伊要照公义审判世间，照正直裁判万民。上主是受压迫的人的要塞，是因患难的时的避难所。捌你的名的人会倚靠你，因为上主，你毋捌弃杀找求你的人。着称赞伫世间做王的上主，将伊的作为播扬伫万民的中间。因为迄位为人伸冤的上帝会记得因，袂记得困苦的人的哀求。上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你有对死亡的门救我出来。求你监察怨恨我的人，安怎在苦楚我，互我通讲起你一切通学乐的代志。我要伫世间的城门，为着你的拯救欢呼。列邦跋落家己锁骨的寒天，因的脚甜伫因秘密场的落网。上主已经显明家己施行审判，歹人互家己手的所做甜着。歹人拢会落阴府，毋捌上帝的列邦嘛会安尼。善车人一定袂永远互上帝袂记得，困苦人的愿望一定袂永远无去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，毋通互人较赢，求你互列邦伫你的面前受审判。上主啊，求你互因惊吓，互列邦知家己不过是人若定。患难中的倚靠，伫中文和合本圣经首诗歌的曲调注明，莫拉便用观音唱，伊原文字义是囝儿的死，可见这是一首哀伤的诗歌。虽然曲调是哀伤，毋过对诗句内容通看到诗人对上帝的赞美甲倚靠的信心。本诗作者大笔捌失去伊的爱子，伊真会当体会死囝的伤痛。对大笔使用莫拉便曲调来配这首诗，通联想到伊应该是处踮伤痛的中间。一个伫伤痛中间的人，上需要的是陪伴。有一句话讲：高处不胜寒，形容位高悬中的人会因为无知心的朋友感觉孤单。特别做一个君王，想咧也一定是孤单的，因为无人通了解伊的悲伤，还是甲伊当作同伴来分担伊的悲伤。今仔日咱真清楚，
一个人若长期踮伫忧郁的中间，无人通陪伴，无人通分担痛苦甲悲伤，这是真危险的一件代志。真侪陷入忧郁中的人，真可能是因为身躯边的人关怀的话语和关怀的行动改变伊的性命。特别因为王的身份，心事无人知，痛苦无法度得到别人的安慰。总是特别甲上主的关系密切，伊转往上主寻求帮赞。特别宣告，伊的喜乐来自上主，伊的对得因为上主退避，拍得灭亡。上主的能力不但伫即时庇荫伊，也伫往后的日子甲伊同在。特别的宣告也讲出人伫现实生活中的有限，就算是位高权重的人，也无可能十项全能、事事顺利。伫现实生活中，真侪人事物拢毋是人通完全掌握的。甚至有一寡时阵，麻烦甲疾病就会伫不知不觉中间找着咱，伫咱一点仔都无准备的时阵，就陷入迄内面。有一寡人遭遇困境的时，甚至毋敢互别人知，选择家己面对，直到身心俱疲。总是当特别遭遇困苦的时，伊选择倚靠上主，因为伊体会到上主的同在甲陪伴。伊也深信上主是看顾善车人和弱势者的上帝。自从上主伫西奈山甲以色列人立约开始，伊就甲伊的子民讲，伊关心社会的善车人、受压迫者甲弱势者。因也应该照顾即款的同胞。当因确实遵行上主的吩咐，就通得到伊的祝福。纵观以色列人的历史，除了背离上主去拜偶像的罪以外，因也无遵行上主的旨意去照顾遐个善良人和弱势者，甚至以色列人欺压家己的同胞，特别是遐个弱势者，这是上主袂当容忍的。今仔日的经文对咱是一个重要提醒。咱若相信上主，希望得到伊的看顾和保守，那安尼，咱也着爱尊叹上主所看重的代志，就是愿意专心找求伊，关怀善车甲苦难中的人。当咱一心倚靠上主，遵行伊的道理，伊要成做咱的保护者。愿咱的所行得到上主的欢喜甲甘纳。默想，试想代笔的忧伤甲孤苦，假使我面对安尼的处境，着安怎倚靠上主，互伊成做我的帮赞？试想代笔的忧伤甲孤苦，假使我面对是同款的处境，要安怎倚靠上主，互伊成做我的帮赞？做来祈祷，主爱天父，愿你的慈爱甲怜悯与我同在，互我体会到我忧伤的心得到安慰。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